家平安，欢迎收听9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将自己交在上主的手中。撒母耳记下15章，我们要读21到29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人计划自己的道路，但上主导引他的脚步。箴言16章第9节。人生有很多的选择每个选项都充满未知，但什么才是没有后悔的决定？那就是紧紧跟随着上主，不要走在他的前面，不要取代他的主导权。有些选择当下看起来好像令人心动，在未来却进入无止境的烦恼。有些选择表面看来并非我们所喜爱，将来却能结出美好的果子。我们会用各种方式计划人生，试图筹算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但唯一不会错误的引路者就是上主。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大卫王他在面对儿子押沙龙这样的一个仇恨，还有面对耶路撒冷城市的危机时，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令人深思的意愿。他在这个困境当中所做的选择，成就了他对上主的信心跟顺服，也体现了将自己交在上帝手中的信念。首先我们来看意外的背叛和震惊押沙龙的叛变让大卫王感到震惊和心痛，这是他亲生儿子来夺取耶路撒冷，并试图占领这个夺取王位面对如此不幸的结局，大卫王首先他体验到内心的痛苦和困惑。这让我们明白，即使是一个领袖地位拥有这样地位的人，也会面临着挑战和逆境。因为我们来看他决定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他离开了耶路撒冷在前往橄榄山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是困难的时刻，是伤心的时刻，他并没有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是表现出对神的信心，让他来引导。他将自己的命运全然交托给这位神。我们看到他的举动激发了他对上主的信任，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在上帝掌握之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心寻求得到上主的引导和帮助。大卫他被迫离开耶路撒冷，那祭司撒督忠于大卫，他就吩咐手下抬起约柜，跟随大卫逃亡。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相信约柜是代表上主的同在。那大卫他做王之后，曾经欢天喜地把约柜接到耶路撒冷，但是大卫这时候却吩咐撒督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大卫知道，如果他在上主的眼前蒙恩，他就可以再度回到上主的会幕来敬拜上主。如果上主已经定义要押沙龙做王，他也必须面对他犯罪的后果。他仍然记得上主曾经透过拿单来告诉他，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因此呢，
大卫将自己的未来交在这位上帝的手中。我们后来看到撒督因为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而得到了押沙龙的信任，才能够为大卫提供消息让他的儿子们去向大卫通风报信。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大卫他很清楚的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态度和行动。他面对困难和背叛的时候，不仅表现出这样的一个谦卑和智慧的决策，更透过祈祷和信仰表达他对上主的依靠。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随时会面对突如其来的挑战，陷入在人生的困境当中。我们也可以学习大卫，他将自己的命运交在神的手中，让他自己来带领。我们相信上主的引导和帮助，坚持我们对神的信心，你才能够迎接未来种种的挑战。我们来默想不知道如何选择，害怕做错决定，没有勇气踏出步伐。保障我们能走在蒙福之路最好的方法，就是紧跟着上主。看看大卫他是如何跟随上主的引导。然而你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慈爱和你无尽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向你倾诉我们内心的感受和盼望。我们知道人生中总会遇到一些困境和挑战，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迷失和无能为力，但我们总是相信你是我们坚定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在这困难的时刻，求你赐予我智慧和勇气，去面对一切的困境。主啊，求你引导我们的脚步，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也愿你成为我们的指引者。我们愿意将自己的道路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你亲自来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随时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他来带领，相信他必带领到宽阔之处。我们明天再见哦。